之前120萬，而家總價60萬就可以喺粵港澳大灣區林珠板塊、山姆板塊攞110平方嘅示範單位嘅位置啊！而家就係交吉狀態㗎啦，可以見到咧，客廳開間都有5.6米闊嚇，咁全屋正裝修包括中央空調啊，都係有齊晒嘅。咁廚房嘅4件套啦，電器亦都係有㗎。喂，注意啦，仲要係獨門獨戶，入門口有4個平方米係送俾你嘅位置。咁再過嚟咧就係兒童房、書房、客房嘅位置㗎啦。好，我哋小區有直達翻香港同埋澳門嘅業主巴士，自己唔使揸車都得。咁假如自己有車，咁啊更好啦。25分鐘就去到拱北或者係港珠澳大橋㗎啦。主人房你睇幾靚，有一排到頂嘅衣櫃，仲有獨立嘅洗手間哈。好，我哋小區係有業主會所，有齊游泳池同健身房嘅。好，1個月先月供2000零蚊，咁